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，大家唔通一个看，认为讲这字无文雅。其实咧，咱生活中常常用的就这一字，这字就是“屎”。屎伫一寡台语的词典解说讲是大便是粪，不离个嘛有词典解说讲动物的分泌物就是屎，像咱讲耳屎、目屎。那敢若安尼一寡幼夫嘛会当讲是屎，像讲粪屎、火屎，嘛会当讲是假出来无路用的物件，咱讲是坏屎。啊，若是祖公啊留落来财产，人讲祖公啊屎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目屎，也就是眼泪为目睭流出来的水；第二个词就是坏屎，也就是加讲一寡无路用的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话唔通伤过头，到坏屎。有时阵讲唔对话，去伤到人，家己都唔知影，会害人目屎流、目屎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屎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